也最后的为天空，度人罪来改变的，得得到怜悯。箴言28章13节，咱这时会要来开嘴来祈祷，为着家己，为着家己的祖先，为着家厝，为着家己的环境内底，无认捌上帝，拜偶像，得罪上帝，背逆上帝的心意行，上帝无介意的代志，求上帝来赦免，互阮活转家己行的歹，行伫上帝的上帝心意内面，咱即时开嘴来祈祷，嘛会当用即段经祈祷。
组若是有聚会活动，甲亲戚朋友要团圆的，拢有主的疼痛，有主的保守，有主的平安，甲阮同在。嘛为着伫第三区来祈祷，特别是为着区长张富春长老、小组长张端荣姐妹、张永康执事，求主来保守、来带领小组顶面有信心、有对主来的温顺。嘛为着每一个组员会当每日来到主的面前来灵修、来读经、祈祷，甲主同行。为着因的家庭、经济、事业、学业伫每一个人的成就，有主的祝福甲保守，咱嘛会当用这段经文来祈祷。即是咱请每一个兄弟，咱会当起立来，为着阮所提出的来祈祷，咱开声来祈祷，怎样来到你的面前，为着主每一个需要来祈祷，特别是有这个讲道的信息，有信息你将你的真理来传播出去，嘛为着本主你本主逐项的聚会祈祷，求主的平安同在，嘛互阮伫你的真理来学习，嘛为着本主你医疗关怀、李小宝会午餐约会以及手中的研习，有主你的带领，由主来掌管，为着下晡亲的无久的活动，中暑的这个活动，求主保守，互我跟亲戚朋友团圆的时阵，嘛有主你伫阮中间，嘛为着主你属望来祈祷，主啊，你亲身来祝福伫第三区每一个你的儿女，主啊，有主你来同在，阮咧祈祷。主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今仔日是你所定着的日子，咱要欢喜迎喜来到你的面前。你予阮会当徛伫你的面前来学乐敬拜你，是主你的恩典。阮领受这的恩典嘛，要诚做一个芳芳的祭，献就伫你的宝座面前。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来啊，咱就耶和华唱歌，拯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，咱就到伊的面前来感谢伊，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，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，是大的主，赢过拢总的上帝。咱来用这首诗歌开嘴来应诗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，我要尊重你，我要永永远远学乐你名字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，我要称颂你，我要永永远远学乐你名字。耶和华，你只大长寿大福乐，你的大无法测度。对一代到一代，学乐你大作为，保佑你大宽仁，直到万世代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，我要尊重你，我要永永远远学乐你名字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，我要称颂你，我要永永远远学乐你名字。咱伫清早时来开嘴来学乐上帝是一件幸福的代志，足幸福的。所以邀请兄弟姊妹搁较大声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，我要尊重你，我要永永远远学乐你名字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，我要称颂你，我要永永远远学乐你名字。耶和华，你只大长寿大福乐，你的大无法测度。对一代到一代，学乐你大作为，保佑你大宽仁，直到万世代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，我要尊重你，我要永永远远学乐你名字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，我要称颂你，我要永永远远学乐你名字。对头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，我要尊重你，我要永永远远学乐你名字。我的上帝，我的
的上帝，我的王，我的上帝，我的王，我要尊重你，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字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，我要亲像你，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字。我要永永远远，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字。咱将音乐归给上帝，兄弟姊妹请坐。叙述咱每一个人丰丰盛盛的生命。最怕。
是将关，关我心为完全，爱伊第一到永远。我有耶稣，只是人甲我最大，伊的疼痛永远袂散，予我心里真正快活。一路相信的祝福，朝朝我有耶稣，我有耶稣，只是人甲我最大，伊的疼痛永远袂散，予我心里真正快活。一路相信的祝福，朝朝一路相信的祝福，朝朝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的聆听后听你的声，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的聆听后听你的声，我的目睛我心所听，网络甲伊，互你引带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祝福，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永远无放松我，予我一生永远一直这。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聆听后听你的声，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聆听后听你的声，我的目睛我心所听，网络家己互你引带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祝福，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永远袂放松我，永远一生互你的意伫。咱邀请兄弟来学咱，我的心安静伫
我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，用我一生，用我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。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你是活命的源头，你是赐福气予阮的主，你是阮的牧者，因带阮行伫义的路。虽然阮有当时行伫迄个坎坷的道路，行伫偏离的道路，总是主耶稣，你用听用耐心，因带阮倒转来到伫你所为阮备办义的路。得救的道路，主你是真理，你是活命，你是道路。你来到世间就是要予阮捌永活的福气，甚至阮的信心嘛是你所想赐。想赐你的信心，予阮通认捌你是永活的救主，是高我的主，会通成做阮生命的倚靠。帮助阮每一遍来到教会、聚会、敬拜、学乐时，互阮的心会通甲主相拄，会通领受你的话语，成做阮心灵的美牛，把助阮的灵命，也互阮会通成做有福气的人，成做祝福别人的人。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，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免。咱要来吟圣诗，阿罗上帝圣诗第131首。人若拄着忧闷伤悲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同心来祈祷。听阮的阿爸爸，阮感谢你，
你是永远不变的主上帝，你立你奥妙，你有大权能，你伫极权的所在掌理万民，但对过去、现在到将来，阮永远要学落来敬拜你的名。主，阮感谢你，是阮救赎，赏赐阮永生的活命。我要献身尽阮一生，看靠我主的十字架。我要恳求主，做阮心内的光灯。伫阮所行的路上，虽然阮有时艰苦、跋倒的时，总是你的拐甲你的腿，拢安慰扶持阮。当阮伫困苦患难的日，你的恩典总是教阮用，互阮会通靠你来徛在。是啦，主，你有应阮讲，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，就要得到富裕，荣耀恩典，活命要做享受。阮恳求圣神帮赞，互阮无受了罪的捆绑，会通专心听你，赢过一切，掠耶稣基督做至宝。用顺服敬虔的态度来领受你的话，成做正直的人，一生敬畏上帝，享受幸福。我恳求主加添阮的信心，常常亲近圣经，昆读明白上帝你的话语，信心通哪成长、成熟，通学习信心、体验信心。可还未看到的时，犹原相信；还未理解的时，犹原会通顺从。因为主你有讲，信心是对所毋望的事有把握，对未会看见的事会通肯定。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拢会通成做守望者，常常到主你的面前，不住来祈祷，敲找主你的旨意，凡事仰望上帝，为着阮家己、阮的亲人，甲有需要的人来祈祷，佫会向为着福音的讲传甲教会的需要来守望，将阮一切根基建立伫信靠耶稣基督坚固的石盘顶面，互耶稣基督成做阮家己、阮的家庭、教会、社会、国家以及全世界的主。特别上帝，阮为着今早起阮的主日敬拜，阮要特别为着条我句要为着阮讲道讲上帝话黄传道来祈祷，互伊透放的信息成做阮的帮赞，成做阮的警醒，为着本州教会所有的聚会，也献上伫上帝你的面前，求主你来引带，为着今仔日医疗关怀、二小牧区午餐的约会，这礼拜要手证演习，主啊，求你帮赞，或者一切事工拢会通顺利，恳求主来掌管。为着下晡青年牧区的活动，以及即几日中秋节的假期，帮助阮出入内外拢通得到平安。伫甲阮的亲友斗阵交陪中间，主你的听，就伫迄个中间，甲阮三个弟弟，成做阮同介好的交谊。因为上帝，阮也要为着成人牧区第3区来代祷，区长张富春长老、小组长张端阳、江永康两位小组长来祈祷，帮助因，互因有熟练的稳事甲信心，带领小组一切运作。为着所有的组员会通每日单独来会主，来读圣经、温群、祈祷，甲上帝的同行。为着在小组内面，每一个组员的家庭，因的经济、事业、学业，伫每一个人的身上，拢会通得到上帝你大大的祝福甲保守。愿阮今早起所献上的娱乐敬拜，拢通得到你欢喜感恩。圣神甲阮众人三个弟弟，阮同心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求主你名，仰观基督。请坐。
咱这时要来交托启应文，启应文第55，马太第6章，圣诗后面启应文55，咱要三甲来启应。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什么，要啉什么得超凡。要食什么好还？性命敢毋是比食物较重要吗？身躯敢毋是比医学较重要？恁看空中的飞鸟，因无种作，无收成，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。恁的天父嘛得甲因养饲，恁敢无比因较贵重吗？恁敢有人想讲超凡会当互家己的性命加活一时啊？恁哪着因为要穿什么超凡呢？恁想看山野的花安怎在大长，因无劳苦，也无纺织。不过我甲恁讲，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，伊穿的衫都无比遮的花的一蕊搁较水。山野的花草今仔日得活，明仔载互人迄落花炉。上帝拢安尼甲因糟蹋，因敢袂搁较甲恁糟蹋，恁哪会遮尔无信心？所以恁毋免操行讲，我毋要食什物。啊是阮要啉什么，要穿什么？遮个拢是外邦人在追求的。恁的天父在遮的，拢是恁所需要的。着先追求伊的主权，甲伊的旨意实现。遮个物件就拢会煞。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操烦。明仔载的代志，明仔载正超凡。做啥？一日的艰苦一日长。下面咱要请北区合唱团来献诗，因要所吟的诗歌是欢喜乐乐，欢喜乐乐。
咱要做来看上帝话。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书第17章14节到21节。白话字圣经伫新约部分21页，其他版本的页数，请咱看银幕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7章14节到21节。现着我来读。已经到众人遐，有一人就近伊跪伊讲：“主啊，怜悯我的囝，因为伊养行真艰苦，豆豆跋落火，豆豆跋落水。我带伊就近你的学生，因袂会医好伊。”耶稣因讲：“嗨呀！毋信阁背个世代啊！我要甲恁待偌久呢？我要吞忍恁偌久呢？带伊来遮就近我。耶稣接避鬼，鬼就对伊出。对迄时囡仔就好。迄时学生暗前就近耶稣讲：“我怎样袂赶伊啊？”伊甲因讲。是为着恁的小信，我实在甲恁讲，恁若有信，亲像一粒芥菜籽，恁就要甲即个山讲，对遮刷去遐，也要刷去。搁恁得要无一项袂以上。下面咱要邀请本堂的黄思ခင်传道来讲道，伊要为咱讲道的题目是回，回，华语、台语拢是回，回。兄弟大家平安。伫遮先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。会当甲你边仔的人来讲。中秋节快乐。伫遮因为今仔日明仔载拢是休假红字，毋知明仔载也是今仔日暗时恁要去倒位？今仔日下晡的时阵，青年无去就会去到普兴牧场，伫遐有烘肉，伫遐有活动，一个关怀的活动，邀请真侪朋友来参加。讲到中秋节，毋知大家想到遮的时阵，可能有人讲，伫遮伫中秋节的时阵爱食那个月饼啊。要吃柚子常会讲这个。毋过讲到中秋节时阵，毋知大家上惊拄到啥？落雨？为虾米落雨？袂当烘肉安尼？搁有无？搁有无？看袂到月娘安尼。搁有别项无？无情调，哇，这个温馨长老很浪漫了，搁有无？赛车，我在准备讲道的时阵，我就想讲，今仔日的经文竟然甲这月娘有淡薄仔关系，甲中秋节嘛有淡薄仔关系。讲到这中秋节，平常时咱会拢去迄烘肉嘛，伫烘肉的时阵上惊拄着。遮个代志，咱来读，用华语来读好了。好，上惊的第一项就是肉跟你装熟，第二项呢？没种。好，第四项拢无开安尼。第五项，第6个，第7个。硬的，好，第8个，第9个，第10个，若是你是食菜的，烘肉的时阵，就爱找油无输去，伊会甲你讲先食肉才来食菜。最后一个就是呢，若是去散拖是上无好去病院散拖，咱会当去外口散拖，去亲戚朋友的厝来散拖，毋过莫去病院散拖吼。
吼，咱来看到今仔日的经文的时阵，其实咱要过这中秋节的时阵，你想讲会当团圆，团圆是一个真好的代志。啊，毋过讲到拄则讲到这个月娘的时阵，有一个人上惊这个月娘，就是伫今仔日经文内底这个人，因为伫迄个时代，伊若是讲到这个月娘的时阵，有一个病啊，甲这个月娘真有关系，这是一个传说。因讲到讲，若是有一个人有癫痫，啊，癫痫的台语要安怎讲？阳形嘛，若是有这阳形时阵，就是讲，一定甲这月娘有关，可能是一个月娘的神，所以会才会安尼。可能是因为这月娘的力量，伊才会安尼。所以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，这个人，伊有这个病的时阵，就有真侪的话语会想法会讲，伊一定是安怎，伊一定是安怎，有可能是安怎。啊，伫今仔日的经文中讲到讲，伊是互鬼所控制，吼。这鬼若是压起来时阵，伊就开始有这癫痫发作。那今仔日咱会知影，医学互咱知影讲，今仔日的癫痫有很多的原因。啊，毋过毋管是啥物原因造成的，这个人就是伫今仔日顶面对着患难的人。但是感谢主的恩典，今仔日有一个好的消息是。即个人来找着耶稣，这嘛是今仔日特别伫这中秋节团队要甲大家来分享的目的，就是要去数算恩典，互咱的信心会当存伫咱的心肝内底，嘛互咱倚靠主的恩典会当强壮大。互咱会当伫上帝面前是一个勇敢，是一个有行动、活出信心的人。伫今仔日的经文中，有一个老爸，伊的囝需要帮助，伊听见有一位叫做耶稣的人，甲伊的门徒会当医治病人，所以伊就去找遮个门徒，想讲，老师甲门徒应该拢是共款。求伊来帮助伊。毋过伫今仔日经文内底，咱看到，遮个门徒无法度甲伊医治，所以即位老爸就谦卑，佮转来去找耶稣，恳求伊会当医治家己的后生。若是这是伫外口，毋是基督徒的人听起来，其实这嘛无啥，就是一个医治的事件。毋过对今仔日基督徒来讲，若是你是今仔日的门徒，我毋知你有啥物款的感觉。昨我伫拜六礼拜时阵，就有问青年讲，若是你是门徒，你有啥物款的感觉？讲来讲去，就是讲着讲，若是我是门徒，我会感觉足无面子。耶稣找派我出去。结果我无法度医治病人，佮互人转来找耶稣讲遮个话。结果伫大家面前，耶稣佮讲阮是不幸佮病的世代，然后佮当大家面佮赶鬼医治这个后生。我若是这个门徒，我会感觉讲我伫这个雨伞内面真无价值。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？为虾米遮个门徒袂当医治来找因伫患难中的人？为虾米耶稣要甲门徒遮直接的讲遮个话？我咧想，若是我去甲别人为着别人来祈祷的时阵，其实我无一定会医治伊，一直到伊完全好。因为无人会当保证讲，咱去为别人祈祷的时阵，伊就马上得到医治，敢毋是？安尼讲起来，耶稣毋是真奇怪，伊直接伫大家面头前安尼讲的时阵，互人感觉讲是一个真严格的主。
其实对年头看马太福音到即马，咱会当想着讲，耶稣伫做每一项代志，咧每一遍讲话时阵，拢有伊想要教导大家，要甲大家分享，互大家会当明白真理的所在。伫今仔日的经文头前，耶稣甲几位门徒伫顶礼拜讲道嘛有讲到，伊上山去一个山，伫遐去经历着上帝荣耀。照例来讲，伊落山了后，应该是真有信心，为着主来服侍，而且有遐个权柄，会当医治有病的人、有需要的人。啊，毋过伫遮咱看到的是，因袂当医治别人，甚至耶稣阁伫遮指出，因性命的状态是伊信心真细。咱来读即段经文。迄时学生按真酒，阮耶稣讲：“阮怎样要赶伊？”伊甲因讲：“是为着恁的血性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恁若有信，亲像一粒芥菜籽，恁着要甲遮个山讲，对遮刷到遐，也要刷去。搁恁底要无一项袂。”耶稣真清楚来讲出伊性命的情况，就是因为遮个门徒的信心细。原文意思搁较直接讲，是因无信、不信。门徒若是有亲像芥菜种般的信心，就是叫这山会刷到遐去，嘛是有可能的代志。啊，毋过伊用这芥菜籽来比喻的时阵，就是在讲门徒连芥菜籽遮尔大遮尔细的信心拢无，所以伊的意思其实咧讲，遮门徒是无信的，是毋信耶稣的。安尼讲起来真奇怪啊！我毋是一定咧对耶稣去到大所在去医治病人，去传讲福音吗？哪会讲门徒因无信心，因无信耶稣咧？其实耶稣真清楚每一个人即马的信心到倒位，嘛知影咱的信仰的情况。伫头前十六章就有讲着讲，遮个门徒啊，因咧行路的时阵无饼，毋过拄着即个事件的时阵，耶稣所讲的甲因所要讲的是完全无共的。伊伫16章所讲的时阵，耶稣意思是爱因提防法利赛人的教。为虾米爱提防法利赛人的教？因为伊看到遮个门徒的性命，嘛要提起遮个门徒的性命，毋是照着款，还是律法来去活出这个性命，活出这个信仰，是爱照着耶稣的模样，伊亲身来做，互遮个门徒来看。所以爱提防遮个法利赛人的教，是因为遮个原因。刷落来第16章的后面，伊就讲到家己准备要受难，而且会阁活。啊，毋过遮个门徒伫当时在听的时阵，根本拢听无。为虾米我讲因根本拢听无咧？因为因的学生内底迄上大讲话上大声的彼得，这时阵就跳出来讲：“老师啊，你袂当安尼做，这毋是你爱承受的，你袂当安尼做。”可见伊根本无了解耶稣的意思。耶稣所讲的是，伊要透过受难，透过国活，互遮个人得到完全的救恩。所以伊对彼得讲：“撒旦，退我后面去，因为
人的意思袂当成做上帝意思，啊，毋过上帝意思要互人的性命得到完全。这个经文互人看到讲，门徒其实一直跟缀耶稣到呾，嘛毋是完全了解，甚至是无了解、无跟缀伫耶稣的想法，甲伊要做的代志内面。门徒伫头前的经文，就是上山伫遐在那边有这个盖棚子的经验。伫遐的时阵，阮看到是，其实门徒要找的是停留伫家己的荣耀内底。这是上帝荣耀，咱伫遐真好，咱着莫落山，咱免搁转去甲人分享。伫阮家己的事事的内面就好，伫我家己得到好处，我有得到我应该得到的权利就好。一直来到今仔日的经文，咱会当看到，其实安尼的方式来跟缀耶稣，到后面就是伊活出无信心的生活。因为这甲耶稣要带咱来去看到这信心的人物是完全无共的。毋过安尼的事件伫马太福音中间，其实定定在发生啊。耶稣一开始伫第6章30的时阵，就有甲门徒讲伊是无信心的人。伊是安怎讲呢？咱来看即段经文，咱来读。打山草今仔日伫地，明仔载遐火炉，上帝互伊清到安尼。何况你所信的人啊！伊咧讲着讲，遮个门徒一直烦恼，家己要食啥，家己要穿啥，伊外在的条件。毋过耶稣的回应是，耶稣看见伊心内咧想的，伊的回应是，伊是迄创造万物的源头。咱去找遮会食的、遮会穿的，拢无真正的保障，无真正的满足。倒来找着主的时阵，会当互阮得到真正的帮助。刷落来伫经文内底有真侪，嘛着讲着门徒的性命是安怎款，是啥物款的性命。毋过伫跟缀耶稣的路程中，有时阵经历着迄生涯，有时阵伊的信心无。毋过伫跟缀的路上，耶稣一直在提醒伊，一直在教导伊，一直在做互因看是要安怎来活出信心的生活。第二项是伫门徒跟缀耶稣的时阵，拄着一个危险的代志，就是因坐船的时阵。坐船的时阵发生啥物代志的？咱来读即段经文，伊着甲因讲：小信的人啊，怎样遐无胆，就起来，即避风甲海，就大变定。因为伫坐船的时阵，风开始真大的，一直吹迄船，阁有海伫海浪一直在互迄个船袂当稳定，所以遮个门徒就真惊吓。毋过因真惊吓时阵，伊外头看耶稣竟然伫困，因真着急的讲：耶稣，你哪会伫困？阮要死啊！阮要无命，你哪会阁伫困呢？即时耶稣就讲即段话，讲因是无信心的人。其实伫咱的生活当中，耶稣教导门徒，互咱莫用世上的代志来做咱的满足，爱互创造万物的主来成做咱的满足。搁伫即段经文讲着讲，耶稣伫遮个风、遮个海内面来做互因看是，莫互家己的惊吓大过耶稣的同在甲能力。伫遮个经文了后，因看到耶稣行遮个生涯的时阵，伊真惊奇，因真
他们从来没有想过，那是安呢？哇，原来伊想的耶稣，甲耶稣真正要做互因看，是遮尔无共款。耶稣伫今仔日的经文，嘛是直接讲出遮个门徒的情况，是互门徒有机会活转来伊。伊亲自赶鬼来医病，表达伊来的目的是要互人得到恢复，得到性命。伫遮个门徒要学习的是爱互家己的性命，亲像耶稣共款，毋是要去追求世俗价值观。哦，安尼是水，安尼是满足，安尼是好，安尼是荣耀，也是讲亲像法利赛人的价值观。我一定爱遵守啥物款的律法，我才是一个基督徒。啊，毋过伫性命的毋过伫对待别人的顶悬，拢无活出对耶稣来的疼。有时阵，基督徒伫教会、伫聚会、伫服侍中间，伫耶稣的身边，啊，毋过无一定有跟缀耶稣的性命，有亲像伊的性命。这就亲像咱若是有一个杯仔，这个杯仔伊的价值。是伊先做啥物款？是伊放伫啥物位置？啊是伊是会当倒水入去，会当互人啉，会当互人的性命得到满足。咱拢知影，一个杯仔伊上重要的是诚做一个杯仔，共款一个基督徒。是诚做一个跟缀耶稣的人。伫今仔日的经文中，嘛透过另外一段经文来讲到，咱来读即段经文。用白的身体换摇花的，伊的忧苦要怎啊加添？因献的，我无要献，我的喙唇也无提起因的名。伫遮讲到讲，若是阮的性命，咱的性命用别神来代替耶和华的，迄劳苦啊会加添。其实定定，咱的劳苦是因为伫咱的信心对上帝信仰内面，伫迄真深的所在，无一定是照着上帝的心意在想在活。所以，咱互家己的挂虑，互家己的劳苦，互家己困难，诚做咱的ท็爱，袂当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，咱伫跟缀耶稣的时阵，有时阵会感觉讲，这路真艰难，这路真艰苦，甚至黑暗。我感觉我是基督徒，啊，毋过我的性命拢无喜乐啊。我感觉我是基督徒。啊，毋过我的性命拢无快乐。咱毋是无快乐，因为快乐是对耶稣，是对跟缀我靠主得到的喜乐来的。咱毋是无能力，啊，毋过能力嘛是对上帝来的。当咱我靠伊的时阵，迄快乐就来到你的面前。亲像我拄则讲的，一个杯仔若是爱有水，那你嘛要去挖滚迄有水的人，就是对神来的帮助，迄想事活水的源头。伫咱要看到遮个服侍顶悬，也是讲伫信仰内面的艰苦的时阵，谈到要甲大家分享的是。头一步就是爱活转来，我靠主的恩典。啊，第二步是啥物咧？是爱少年主的恩典，定定来看到主的恩典伫咱的生命中，伫咱的每一个跟缀耶稣的脚步内面。伫门徒拄着遮个代志的时阵，其实耶稣直接讲出因的
困难，伫遮讲出伊的困境，是要互因去发现到，哦，伊无信心是伊袂记上帝恩典，袂记伊是互查肯去传福音的。所以，咱转来看到一开始门徒互呼召的时阵，咱的性命互主来感动的时阵，当咱少年才会稳定的时阵，咱搁一遍，搁活转去主的面前。咱来读这段经文，耶稣就叫伊12个学生来，互因有罪恶邪神的官来赶着因，煞医好大样的镜头，大样的白听。有时阵咱会袂记上帝，咱会袂记主伊找肯阮、拣选阮的目的。阮互家己的家己的想法、家己的挂虑来偷绑，来捆绑，互阮袂当行出迄有权柄、互找肯、有溃烂的性命。啊，毋过当咱少年稳定的时阵，咱搁活转来看着讲，是我是上帝所拣选的，我的溃烂是对上帝来的。毋若是安尼，溃烂对上帝来是要创啥呢？诚做一个基督徒，只有坐伫遮聚会，然后拜一到拜六是另外一款的生活，啊是讲咱得到遮个权柄，会当诚做一个真美好的祝福呢。第二项就是讲到讲，耶稣找肯因了后，搁甲因讲因要做啥。这嘛是今仔日阮每一个人要做的代志。咱来读这段经文：医好有病、互死的国活，互赶鬼，恁白白得着，就白白互人。咱每一个人拢是白白得着才会救恩的。无一个人是因为做啥物代志，较有钱、较有权力、较有人际资源，才会当成做一个基督徒。成做一个基督徒，是因为咱相信，这是白白得到的恩典，嘛伫今仔日要白白得会互别人。伫今仔日的经文中所讲的，咱领受才会权柄，互找肯，然后去传讲才会救恩了后，这就是亲像一个人。伊信主，直到伊传福音，互人信主的过程。一个人伊经历着对神来感动，然后伊成做一个美好的见证。当伊见证了后，你就会发现讲，伊阁经历着遮个见证，阁一遍来经历着恩典，就亲像一个循环。伊若经历着，伊就见证；伊见证了后，伊就经历；伊经历了后，伊阁见证伫上帝、伫人的面前。才互咱每一个人会当成做一个群体耶稣骹步，会当有气力，会当伫遮内面坐来分享咱所领受的恩典。这就是耶稣伊呼召门徒要来。享受伫伊的荣耀的目的，是互遮个门徒领受了后，阁诚做别人的祝福，绝对毋是伫山头伫遐荣耀内面尔。所以伫今仔日，传道嘛要来甲大家分享讲，其实伫每一年青年伫暑假的时阵，拢会出去底选。毋过其实毋是每一年拢会当甲大家伫讲道，还是啥物时阵来分享遮个见证。毋过伫咱的周报内面，即马有那个就是有这个在家见证嘛。伫这周报后面的这每礼拜拢有青年的见证。所以底选的见证嘛会伫内面。毋过今仔日透过今仔日的讲道，传道嘛要甲大家来分享讲，
其实今年去底选是一个对无够有的经验。其实咱要去的时阵，完全拢毋知阮会当做啥。毋过咱就是一直伫咧内面祈祷讲，主啊，恁互阮看到因的需要，做伫因的需要顶面，赢过咱家己要做啥。因为常常有人讲，你去底选，毋过你底选的时阵，你着去迄一礼拜、2礼拜，你转来了后，对因其实无帮助，只是恁去遐，阁转来安尼尔。所以咱咧思想讲，咱要去底选、要去宣告的时阵，要传福音的时阵，是伫别人的需要顶面，互伊看到上帝荣耀，互伊感觉到这个主是真实的主，是互我性命会当兴起的主，是互我性命会当得到迄永生的主。所以伫后面的时间，我嘛要请几个青年来甲大家分享伫今年底选的一寡的见证。其实咱要去的，咱讲要去了后的一个月后，因要转去因那个回到他们的部落的路，就断去啊，就断掉了。结果咱要去的时阵，我一直在想讲，咱才讲要去遐，结果就无路通行，这敢是上帝无要互阮去？结果伫后面发生代志真奇妙。后来发现有2条路，一条路是真危险，你开车搁较危险，旁边就是那个悬崖。一条路是要绕那个后山很远的路这样上去。毋过伫遮个路在行的时阵，咱发现有时阵咱要行家己的路，毋过上帝已经备办好要互你行的路。咱只是先来看一个影片，透过这个影片，互咱来看到讲，今年的底选到底是做啥物款的代志，伫啥物款的环境中。咱去的部落是这个泰雅族的部落，叫美侯曼，意思是回应上帝的花园。咱去遐的时阵，每一天拢有一件代志，互咱的信心会摇出来的代志。毋过每一天拢有上帝奇妙的带领。因的教会是一个20个人就坐满的教会，真小迷你的。咱去的时阵，因的教会才拄经过70周年。伫底选的期间，牧师同工青年拢有来甲阮探访。为虾米要用这道？是因为阮住遐第4天，迄步兵就转去啊。加在迄时阵无人伫遐，无一定会危险会受伤。阮有邀请伫阮中间的青年来这教会分享，嘛甲边2、3间教会来合作。这是主日的时阵在见证。这是因的团队。咱伫这底选的期间，其实发生真侪代志，所以我请青年来分享较紧嘛，互咱来看到讲青年伫遮的改变。我头一个邀请宋永恩，好，拍手欢迎他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平安。我是儿少牧区的宋永恩，就是我从小是在迦南教会长大，然后就小时候就受了小儿洗礼，
然后那个时候来教会就是玩啊，然后吃饭啊，跟朋友聊天啊，然后就经文都没什么在背，然后圣经也都是翻一翻跟着念，然后什么就不当做一回事。然后后来慢慢长大之后，就因为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，就是慢慢了解到这个信仰。然后后来我就受了坚信礼，但是在受坚信礼之前，牧师问了我一个问题，他说：1年之内你想做什么事情？我本来想说，就最简单的嘛，就是读完圣经。可是，在1分钟前，我脑袋里面突然跑出了一个想法，因为我是音乐科班出身的，可是我钢琴不怎么好，我就想说，我有没有机会能够为神来服侍？然后我就跟牧师说，我希望在1年内我能够学会司琴。然后过了几个月之后，我们儿少牧区就换了一个方式来做礼拜，然后他是要排每一个青年来服侍，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我的司琴了。可是那个时候因为什么都不知道，就是慢慢学，然后什么都不会，就一首歌也要练很久，而且又弹得不怎么好。可是后来在去梅后曼之前2天，我接到一个任务，就是说要教梅后曼的青年弹琴。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前1天我花了5、6个小时练琴，就为了要教他们。可是，在梅后曼的时候，状况很不好，就是一直弹错，然后因为紧张，然后又累，所以就除了弹错之外，甚至还弹错首歌，就是让主领很头痛，就是他们会觉得，哎，这个好，你加油。可是我后来累到我已经觉得说我不想弹琴了。我过了短宣之后，我回来我就真的完全不想弹琴，就是我连司琴甚至我都想放弃它。可是，在第5天的晚上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当地的培灵会，然后我弹到一半，那个时候因为很累了，就边弹边弹，弹到已经在放空，我就听到一个声音跟我说：“你要继续为我弹琴。”即使你弹的再怎么不好，即使你弹的再怎么不好，我都会在你旁边陪着你。我那个时候听到，我当下是吓到就是因为我已经快睡着，我已经吓到都已经要醒过来，就我听了什么？然后我后来弹完之后，我冷静下来想，我就想说，因为我曾经在7月多有一个营会。跟神约定说，我希望我能够为他来更加的弹琴，因为这就是我想要服侍的东西。可是听到这句话之后，我当下真的是感动到一个不行，因为我就很想放弃的时候，神却给我指了一条路，跟我说，他希望我继续弹琴。到后来，礼拜6、礼拜天，我越弹越顺。越来越好，就是我希望之后在少青牧区能够有更多的事情，谢谢。其实永恩伫今年的哈尼亚嘛是有真大的很大的突破，伊加入一个执行官，伊进前讲伊就是都可以，就是不要执行官。因为伊感觉讲伊的作息吼，就是没有办法成为榜样啦。毋过真奇妙是伫今年的哈利亚，伊加入一个真好的执行官，互人那个小朋友都非常喜欢他。对，不是怕他哦，因为以前都是怕他这样，然后现在是都很喜欢他。那也在这个短宣的期间，短宣的期间，加做一个真好的训练。真好的学习，所以愈来愈缘投，有发现了无？第2个，咱邀请那个于安来甲咱分享，这拢是伫嘉南教会大汉囡仔哦。喂，大家早。然后就是
我也是儿少牧区的，我是黄于安，对。然后因为我在短宣，我是负责摄影加剪片，对。然后结果因为在短宣之前，我的事情真的是排到满。我有一个表演，对，然后表演完隔2天就去短宣了，然后短宣完隔2天我就开学了，然后整个精神状态都不是很好，然后又去短宣，然后短宣体力又要很撑，然后一天一天我的体力就被耗光，然后我还要去剪片，对，然后剪片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啊，对，因为我本身就只会拍照，可是剪影片这东西我根本不懂，那些电脑那什么我看不懂，对。然后在那个就是营会结束的前一天的晚上，我要负责剪片。然后我心里已经知道说，我那一天晚上应该是也不用睡觉了啦。可是明明前几天晚上，我每天就是大概10点11点就睡着了，根本就是没什么体力在玩。结果到了那一天晚上，我在剪片之前，我就祷告，我就求主让我有意识的剪完就好，让我有意识不要睡着。结果很奇妙，就是在那一天晚上，我连想睡的机会都没有，就是我剪完了，结果我看那时间才5点而已，然后我本来想说去躺一下，就我躺下去睡不着，我就继续修影片，一直修，然后直接修到隔天7点，然后营会开始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其实很奇妙，就是当你明明知道自己做不到的时候，你只要去祷告，然后莫名的奇妙，你就会有个力量出来。就是让我依靠神啊，就是对，然后就差不多是这样，就是相信神就会有就是有一个不可能的力量帮助你，不用怕。谢谢。其实伫短选的期间，我阁有下年的时阵，今年有真侪新的同工，完全无伫迄方面去学习经验，嘛透过学习，因才会知影讲，原来要做一项学习是真开时间的。拄则有听着讲，迄做影片，其实咱看到影片，拢是有人伫就是熬夜去剪出来。拄则嘛，迄支影片嘛是。其实做影片是要开真侪时间，可能几点钟1分钟的影片安尼。所以伫遮嘛看到讲青年，有遮的想要突破自己，挑战自己的这个精神。第3位，咱要来欢迎玉萍。大家平安。对，我是儿少牧区的玉萍。对，我今年会报名短宣，是因为今年就刚好高中毕业，所以比较多时间，所以就报名了这次的短宣。但是去到那边之后，发现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样。对，然后短宣中也有一个敬拜的课程，然后我选择了 vocal 这个课程去学习，然后我也因为这个原因，就变成了我们礼拜6一个青年之夜的主领。对，我一开始还蛮不想唱歌，因为我觉得自己唱歌不好听，对，所以我就很排斥。但后来我就向上帝祷告，上帝也跟我讲说，要把握这个机会，对，然后我就站上台为主来唱歌。对，然后我那天青年之夜那一天，我也负责主持晚会，所以对我来说，短宣带给我很多勇气，也让我改变了自己，让我自己变得更有信心。谢谢大家。其实我知影伫咱中间有真侪见证，透过最近的周报拢会写出来安尼。我想讲，请青年来分享，是因为短宣毋是一个定定互看见的学习，嘛毋是不是一个周期性的，是可能1年当中有1个礼拜、2个礼拜。毋过有真侪青年的确伫迄顶内面
诚做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，嘛伫遮个中间来学习甲训练。咱亲像门徒要学习耶稣，也是亲像青年要学习伫好赛内面爱诚做一个倚靠主的人，其实毋是一个真简单的代志。啊，毋过，特别是伫今仔日，要经过这个中秋节时阵，团队要甲大家分享讲，遮个青年